对，中国的驴这些老表妹吧。妈没对我这里讲嘛，妈说这些年说了嘞，喏，我这个路呗，这个路，这单爷爷呢，这里他们有么子的，要离离要过家了，我不留的这个半年，马路没对，不，这包里有，这种不马路快不一样，不好，那为啥要不？老包。这里他们摆超市谁用不嘛？妈，那买来的去了。妈，那你没玩，你妈那个去吃米线，那你来啥不啥？那你家啥？妈，那买的我不买的。谢谢南北的，谢谢南北的。谁都不知道啊。